嘉义的南华大学邀请泰国三间大学计共23位学生，甲台湾的学生做伙来参与研究社区基地课程。南华大学表示，讲这课程唔但让两个学生做伙来思考，解决着庄卡生态环境甲教育议题，也让这囡仔呢来认捌着无同款的文化，培养因的国际观。 南华大学的学生介绍因甲泰国的大学生做伙伫庄卡打杂的成果，这当中有生态环境的议题，嘛有教育落差的研究。参与计划的学生讲，即个除了增加语言的学习，嘛对庄卡或者是农业的一寡议题有更加深的认捌。为了现在台湾的这个农业做这个项目，那所以我会跟他们介绍说我们的政策有哪些啊，然后我们要怎么申请，像生态农业嘛，我们要怎么去达到那个标准。 南华大学表示，甲泰国迄边的大学已经有3档交流的经验。进前因为疫情，敢若会当透过网络。今年头摆邀请3间泰国大学的学生甲南华的学生做伙入去社区，希望替地方的发展找到新的机会。大南嘛是有需要讲有国际的交流吼，啊，阮嘛了解这个需要吼，所以阮咱社区面对面啊，嘛会看到社区的问题吼，经验会较好吼，所以阮就邀请这个就特别办伫咱大南遮吼。咱会使吼参考因的去建议，慢慢去改变吼，咱未来不管对这个社区的这个发展的过程，吼，也是讲吼一寡咱的产品的包装，白拢真美。 咱的米也无一定比因较歹食，但因我都包装甲安尼，我都去设计甲安尼，哦，啊，这咱就会使去做一个无共款的思考。教育部为2015年开办优秀外国青年来台湾的计划，请真侪国外学生来到台湾。南华大学用社区营造的方式，设计农村生态环境甲偏乡教育的研究课程，希望让学生关注地方议题的时阵，嘛会当培养因多元思考的能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